台中市海线有一间准公托的托育中心哦，因为风判罪，市政府已经甲因解约，嘛因为风罚钱，无法度继续经营。今仔就有家长指控讲，有31个囡仔哦，即马是无所在通去。家长嘛批评台中市社会局无提供协助，也毋过市政府是强调讲有提供真侪办法互家长咯，会过来斗3工。积极辅导转介，保障孩童幸福。这标语画成清楚看到台中市海线有家长齐齐出面指控，囡仔读五车区一间准公托托育中心，因为顶在不是准文书罪，互台中高分院判决证件，社会局决定终止契约，搁约回558万补助金。托育中心就家己宣布8月开始休困。有31个家长面临囡仔无所在通去的问题，事后市府也无积极协助转介。他也坦白讲说，海线就是没有公托、准公托，你只能选择保姆体制。本来就是，甚至还有直接跟家长说，你就送去西屯啊、北屯啊，有名额。好，我们家长就早上几点要出门？他要去排保姆，我去问过，保姆告诉我，你的小孩有点大了，不受控，我不收。这间托育中心初期1元营业，也有部分的囡仔上来。家长认为，照直辖市政府办理未满2岁囡仔托育公用化甲准公用服务作业要点规定，因告中止企业主管机关应该协助家长意愿转介，市府所干的提供资料，爱家长家己联络。社会局强调，中心原本是有60个囡仔，已经协助40个欠债有利园甲其他照顾安排，也有26个包含申请囡仔继续上来。居家托育服务提供者也是准公共服务的一环，送托准公保姆一样可以领取每月13000元的补助。社会局会尽力协助家长衔接适当的托育资源，以确保孩子照顾不中断。因为我被重罚了快600万，整个薪资啊、房租还有这些各项开销，我已经支应不了了，所以我才会跟社会局说我只能歇业。但是社会局现在就是不同意我歇业。业者无缘提供，敢强调社会局目前要求不准停业。市府是强调，这中心退出准公托了的6个月内，赠托家长依然应继续领托育补助，每个月13000。那6个月后继续赠托，应该领育儿津贴，每个月5000。业者若希冀应合适为服务，可提供行政救济管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